每位兄弟，请准备心，把咱的手机、手机先关起来，多谢各位。白瑞兄弟人因为真多，所以咱请坐较歪，坐较前一下。请安静咱的心。
上帝啊，我要伫你的殿内孝念你的慈爱，要为兄这平安。咱同齐来吟诗尊敬咱的上帝，圣诗59首，上帝自然至尊无对。圣诗59首，请起立。咱大家同心来祈祷，天顶的爸，阮的主上帝，你有大权能来掌管阮所有的事，起风落雨，四季节气，拢是照你的顺序安尼伫运行。阮又到秋天的季节，虽然天气世事安尼转变，总是阮大家敬拜上帝热切的心是无变化。今仔日，阮共款伫遮倒一届献上阮的敬拜。阮伫即个世间有主通清君瓦靠，心肝平安自在，确实是大大的福气。阮感恩俄罗你，总是世间人拢熬体贴家己，爱计较别人。甚至伫盛会中间，犹原是安尼，常常互上帝无欢喜。毋过，既然阮有人真实反悔认罪的，主你的慈悲就会欢喜，佮宽容接纳阮，赦免阮，赐阮平安。天父上帝，阮遮尔啊无款的囝儿，你都听阮到安尼。即点好的听，心圆的会软，使人感动，也互阮信你，要跟对你。感谢主上帝，少年教会信仰甲教会生活，有看到你更新都变换，生活较有见证，服侍较有规律，团队也较和谐，牧师团的牧养，带导的连结，
生活愿望甲灵命的更新，拢较有活力。主啊，阮也望你，要感谢你，你有听阮侪年久的祈祷，改变了阮的教会。阮伫感恩的时，阮也要恳求圣神继续做工，将阮即顶好的福气分享予阮的社区厝边，互福音遍行伫你所听的台湾。主上帝，阮过去的日子也同款有拄着10项的境遇，甚至亲像至亲朋友的分离世事，阮也知到家己乱糟糟、无煞煞，一时无法度担当。主上帝，我要求你，伫苦难的时有你所赏赐的平安、愿望甲快乐。我也为着家己所徛起的即块土地甲教会，伫即个时都求你。当阮面对社会艰难的境遇，还都无惊吓，会顺服都有快乐。这是阮的心恭敬恬静，充满了对主上帝你的虔诚甲敬畏。今仔日是少年教会真正要紧的日子，就是阮伫祈祷的中间，主神久久伫听候的新一届中级团队的产生。当伫即个礼拜了，好会中间就是开始投票选举的时啦。求主你掌权，甲阮伫地，求圣神做工，毋是成就阮人的意思，是超出主你的意思，都下主你的心意来投票竞选。阮当今仔日敬拜时，阮要徛阮的耳孔，主神听主你的声，特别是你的录播，主任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求主你特别帮咱扶持，互灵的快乐充满伫蔡牧师的信息甲会众的中间。这时也切切求主来纪念无伫阮中间的会友集体，你的圣手平平固守，拄着10种境遇的兄弟姊妹。主啊，阮是你的囝，伫遮谦卑甲你求讨，求你压落来听。若阮所求合你的旨意，愿你显出慈悲来应允阮。总是阮知影，阮的祈祷确实无够额。众会友即时要同齐出声，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我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如亲如伫天。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了赦免过阮的人，莫伫错犯入侵，就救阮脱离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要为咱要三个来启用，启用是咱圣诗后面第9篇，就是第13页的所在，请咱先开这个位。第9篇，我来启大家来用。继续得到赦免，罪过得到热卡梅。耶和华无算伊有罪，
伊的心无干早的。我静静的是我的骨头孤单。我对你摆咧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既然虔诚的人通找到你的时，就记到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我性命为我。我要主目看你来劝戒你。就用马甲枪、马力索约束伊。歹人受罪罪苦难。你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咱要到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是你圣诗第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圣诗69首，请起立来吟。请坐。生活队要带咱用俄罗上帝的诗歌继续咱的礼拜。伊要吟讲的是我是啥人。你愿为他的救主，家里过。
所听去感动人的诗甲歌声，拢是要荣光上帝。咱要同齐来读上帝的话。今日有2节的圣经，咱同齐来看。第一位的圣经就是伫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6节。咱请用头前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就是乌皮，是第267页新约后壁遐。若是蓝皮台语汉字本是797页。哥林多前书13章第6节。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咱要看第2节的圣经，伊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同款现代中文译本是771页，台语汉字本是724页。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甲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圣经到这个所在，愿上帝保守听伊话嘛，安尼去行的人。咱所尊敬的主任牧师、蔡牧师，今日要进入《爱的真谛》第14集，就是爱是只欢喜真理，爱是只喜欢真理，爱是甲真理相甲欢喜。咱伫遮恭敬来听。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因为咱今日要召开和会，所以2场的礼拜咱做伙所以今日牧师讲到台语甲华语做伙人咧讲，恁家己翻译，恁家己翻译。这礼拜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爱是只喜欢真理咱台语汉语本的翻译翻译得很好，伊翻译做恁爱是甲真理相甲欢喜仁爱是跟真理一起欢喜因为这讲比较较长咱等有若要召开和会，这是咱教会介要紧的一个会议咱要选出上帝所使用的路谱所以牧师要将这讲我们把这一讲分作2次来分享，咱会分做2礼拜来分享咱今日要将迄个焦点放伫这个什么会是真理，我们要把那个焦点放在什么是真理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自集伫你的面前，要搁一遍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大大赐福互阮，互阮有属天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也当透过圣神的帮助。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名。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真实确实的道理真理就是真实确实的道理。在各种范围不同的领域当中，拢有无同款的真理。譬如讲，数学有数学的真理，数学有数学的真理，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真理，信仰也有信仰的真理，信用嘛有信用的真理。但是真理，你若要被称作真理，有几个真重要的特性。真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咱首先来思考讲，这特性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特性。第一项就是，哪里被称作真理的，就是有绝对性。就真理有绝对的权威了，真理有绝对的权威。
咱来知影真理就是绝对，吼。啊，那用台湾话来讲，就是讲真理是阿爸，真理是霸道的，真理是霸道的。有的人讲，有的人说，恁基督教做阿爸哦，你若有信耶稣会当得到救，只有信耶稣可以得救，太霸道了，太过独裁，我无欣赏。有的人安尼讲，太独裁了，我不欣赏。但是你要理解，真理就是绝对的，伊就是有阿爸的成分。譬如讲，牧师问你，牧师问你们，数学的真理啦，1加1等于偌济？1加1等于多少？2啊，对无？你拢知影，数学阁袂歹恁大家拢答对了但是你袂当讲1加1等于2，哇，这2像阿爸，袂当大家拢2，所以我写3。你若写3，你就唔对呀。你不能说2太霸道了，每一次都是2，应该让3做看。当然不能这样啊。那再举一个例子，个估计咧比如讲，咱拢知影生物学有一个真理，生物学一个真理，就是咱人爱呼吸才会当活嘛。人要呼吸才能够活，呼吸空气才能够活。伊别人讲安尼，空气像阿爸。空气太霸道了，所以我不呼吸，我要抵制，我不要呼吸。你若无喘气，你试看卖，无偌久咱就无去啊。所以真理是绝对的，它有绝对的权威，伊袂当特约，袂当比低等，这是真理的第一项特性。真理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它是绝对的，它有绝对的权威。第二项就是真理袂当改来改去，真理是不变的，它不能改来改去，不会因为任何人事时地物等等环境的条件来改变，别因为在无论是人、代志、时间、地点等等这些因素改变，真理不会这样。譬如讲，咱个拄则迄个1加1等于2，这是数学的真理嘛，伊袂随时间来改变。袂当讲，拜1到拜6，1加1拢等于2，所以2伤忝啊，咱礼拜互伊休困者，礼拜换别人做看卖，袂当安尼嘛。伊袂当因为时间来改变。那会因为时间改变，会因为时间改变的，伊就毋是真理。譬如讲，举一个，过去的人拢认为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日头、月亮、太阳、月亮都是绕着地球跑的。后来，咱证明讲这是唔对的。所以过去咱认为这是真理，但是后来发现说这是错的，所以这都不是真理，因为真理袂改变，真理是不会改变，所以这就不是真理。因为伊之所以会改变，就是表示伊唔是真理啦。所以这点互咱了解讲。咱对真理的了解是真有限，我们对真理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可能咱目睭看到，咱思想的，因为咱是有限的人嘛，我们是有限的人，所以咱对真理的了解嘛是真有限。所以咱面对真理的时候，要谦卑下来。所以伊袂因为时间的变化来变化，这是伊有永恒性啦，伊有永远伫地的这个特质。第二真理袂因为人主观的改变来改变，真理不会因为人的主观而改变。譬如讲，我讲阮牧师娘是乡人第一美女，听华语听不懂，再说一次我牧师娘是双年第一美女，这是不是真理？这个是真理？感谢主，感谢主。但是可能徐主任无同意啊，跳出来讲。拜托你这个新来，我伫遮已经遐久我是乡人第一美女有可能是安尼啊。但是，对的人会随着人主观的改变看法而改变的，会改变的不是真理。所以真理袂因为人的主观来改变，真理不会因为人的主观而改变。第三，真理袂因为所在无同款来改变。不会因为地方改变而改变，譬如讲，有足侪文化咧表达可能大多数的
民族拢是安尼，大多数的民主都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民主不一样。譬如讲，咱咧讲对对嘛，咱拢点头对吧？吼，啊唔对拢摇头对吧？但是吼，有一寡东欧的国家，譬如讲保加利亚，嘿，因点头是唔对，吼，摇头是对，哇，这是因为文化无改变，吼，文化无共款，有无共款的表达方式，好，这就唔是真理，这就唔是真理。那你若拄着印度人，你个愈共款，因为因拢黑白，因咧摇吼，伊安尼摇是讲安尼是讲。有时讲对，有时毋对，你爱看迄个情形吼。安尼时阵吼，可能点啊做出来做确定，安尼叫对啦。但是吼，有时阵伊安尼摇来摇去，你都毋知伊啥物意思吼。所以你若看吼，看一出电影叫做《我的冠军女儿》对吧吼？迄出伊甲因老爸咧讲话时，拢伫遐摇来摇去，你都毋知伊是对毋对吼。所以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民族，有可能有因家己约定成熟的这些文化。但是这就不一定是真理，所以因为所在改变来改变，就不是真理。所以真理有一个真重要，真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讲它不会改变，伊袂改变，来改变就不是真理。第三行，因为安尼吼，所以有第三行就是讲，真理它有一个普遍性，就讲。无论伫什么所在，对任何人拢适用；不论在什么地方，对任何人，真理都适用。好，等于咱讲放诸于四海皆准。好，你放伫逐个所在，无共款的所在拢相共，因为真理有普遍性。譬如讲，咱人是软弱的对无？咱人有一摆生，的确有一摆死，这是不变的真理啊！这是不管你是台湾人，你是美国人，你是非洲人，拢相共。咱拢爱面临死亡，这就是真理。所以真理要有普遍性。所以咱讲真理有三项，第一项就是啥物？绝对性；第二项就是不变性；第三项就是普遍性。所以真理有绝对性、不变性、普遍性。咱明白真理是绝对，是无虚假，是袂改变，对所有的人都适用。这是真理的特性。这是真理的特性。接下来，咱就来看讲，安尼信用的真理到底是啥物？咱讲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真理。圣经中间的真理，圣经当中的真理，耶稣所宣告的真理，就是属于信用的真理，也就是生命的真理，生命的真理。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段经文，咱所读的第二段经文，就是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理解哦，耶稣直接讲耶稣他是说我是真理哦，我是真理哦。咱看其实有真侪宗教领袖，因拢真重视真理，但是因从来无亲像耶稣，从来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说过，我就是真理。咱看一点。譬如讲，悔稿穆罕默德伊讲，我是真理的先知，我是真理的先知。我教导真理，我教导真理。伊咧讲，我是真理的老师，我是真理的老师，我教导大家认识真理。不教会告诉释迦牟尼伊安尼讲，我寻求真理，我追求真理。咱看伊的生命到落尾的时阵伊讲出一句名言。伊讲，我依然要追求真理。伊找世人伊依然咧追求真理。那印度教的经文安尼讲，讲真理是难以捉摸的，是抓袂到的。你必须要追求伊，但是你无法度知影伊伫遮也是伫遐。这我就听无啊。伊讲真理是无法度找但是你一定要找伊。你毋知伊伫倒位。孔子讲，朝闻道。细时可也，就是讲，会再听到道理，听到真理，暗时死也甘愿。所以咱看见着这世界无共款国家，无共款的这咱讲真出名的人物，因用一世人咧追求真理，因为因真重视真理，非常重视真理，他们寻求真理。
但是耶稣只有耶稣宣告讲，我就是真理。耶稣讲伊是真理吼，不是随便说说，民青才讲的。吼，耶稣讲伊是真理，是咧表达一件代志，他表达一件事，就是讲耶稣讲，我就是把有关于信仰、有关于生命的真理，让你们看到。好，讲咱看到耶稣的，看到什么是真理，所以伊讲伊是真理啊。因为咱拢知，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这世间，就是将迄个信用的真理、生命的真理，把它活出来，来挖出来。比如讲，咱看两段经文，吼，伫约翰第1章14节讲，道成做肉体，吼，道成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着恩典跟真理。就是上帝成做人，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充满了恩典跟真理。17节到18节讲，恩典跟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没人看过上帝，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独子，就是跟父亲最亲密的那一位，把他启示出来。虽然对圣经这点咱了解，我们从圣经当中了解，耶稣基督就是把真理活出来的那一位，所以伊讲伊是真理的。所以耶稣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他成了真理的道，互咱看见。所以耶稣所表达的真理有几项，真重要。甲真理是复合的。第一样就是耶稣所带来的真理是袂改变的，是永远的，这是真理的特性。福音的真理拢无改变，上帝拯救是无改变。上帝的拯救是不改变的。过去2000年前，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跟你今天在双连教会听到的是一模一样，无改变。如果你听到无同款，就是牧师黑白讲，真理是无改变，人拢是透过耶稣基督才通得到拯救。这款生命的真理不会改变。第二个，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理是普遍性的，适合所有的人，有普遍性。今日耶稣基督所带来福音，不是讲有钱人才会当享受，顺风人就袂当，无安尼。不是讲较高尚的人、道德较好的人、道德好的人可以得到，不是这样。也不是说只有美国人会当得到，还是讲西方人会当得到。我们台湾人不能得到这个福音，没有这回事。耶稣基督所带来福音适用于所有人，它有普遍性。那最后一个，耶稣所带来的福音它有绝对性。所以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无借着我，无一个人会当去到天边遐。这表明这个真理的绝对性，绝对性。所以耶稣所活出来的真理，有不变性，有普遍性，有绝对性，这是信仰上绝对的真理。但是有的人讲你牧师你讲遐尼济你讲耶稣是真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啊，对不对？有些人会说你证明给我看，你证明给我看。耶稣是信仰的真理，这咱就真困难，因为这爱相信嘛，要相信我们才能够认知它是真理嘛。虽然你无相信，伊嘛是真理啦，但是咱要安怎去考验遐无相信的人来了解这个？咱知影有真侪真理有很多真理，拢是因为现象的观察、现象的观察所发现的，所以有真侪真理是人发现的嘛。譬如讲，我拄则咧讲迄个科学的真理，过去咱拢认为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头、月亮拢是射地球的。后来他发现讲原来不是安尼，所以真理后来被发现了，因为人科学家去观察、去研究，科学家去观察、去研究。
所以咱来怎样，经的经历都是经由现象的观察所发现的。咱怎样？譬如讲，姑姐咧，物理学有一个真理，叫做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咱大家拢读过物理对无？万有引力是啥物人发现的？啥物人？牛顿对无？咱拢知伊个故事嘛。牛顿有一天伫迄苹果树下面，突然间对迄苹果树顶面，苹果树上面有一颗苹果掉下来，哇，打到他的头。咱一般人咱毋是科学家嘛，咱一般人讲着头懵懵的苹果摕起来食拿起来吃，或者是说感谢上帝，好佳哉毋是椰子咱一般人可能安尼啦但是牛顿他是科学家啦，所以他伊就讲奇怪，靠这款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为什么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为什么月亮在天上为什么不掉下来？为什么月亮在天顶？为什么不会落来？所以就去研究，伊发觉讲支配宇宙有一个伟大的基本法则，叫做万有引力。所以伊就观察这现象，伊就发现讲有这个真理。所以伊看到这个真理所产生的力量，伊知影背后有一个真理。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会产生力量？我们透过观察这些信仰所产生的力量，改变的力量，来相信咱所信的是真理。这要对别人讲，比较较好势。所以牧师要甲大家讲，咱真理生命有3种真重要的力量，有3种非常重要的生命真理的力量。第一个就是讲，生命真理的力量会使我们得到自由，让咱得到自由啦。比如主耶稣讲，恁的确知影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的确让恁得到自由啦。咱知影咱的生命有罪有乱流嘛，所以罪成为我们的束缚，罪才做咱的束缚。但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理，会让人对这个罪的束缚中间得到逃跑。耶稣的真理可以使人从罪的束缚当中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因为咱的历史上面，在教会发展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咱看到真侪人，因为伊拄到耶稣，伊认捌耶稣，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伊生命就对迄个罪性的中间得到逃绑，这是真理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咱知影，咱台湾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禁忌、充满欠算、充满束缚的所在。比如讲前一站7月时台湾人什么也袂当做，7月时也袂当搬厝，也不能搬家，也不能买房子，也不能买车子，也不能结婚，对吧？也不能订婚办喜事，因为有一个束缚，有一个欠算。但是咱信耶稣了，咱得到自由，我们得到自由，对不对？所以牧师我迄阵甲牧师娘订婚的时阵我就故意用7月时去买饼，拍6折。一方面咱减少一寡经济的开销，那另一方面是见证我们基督徒不受这些禁忌的捆绑。咱信耶稣的人无受到这些欠算的捆绑，咱得到完全的自由。但别人来看来讲，你可以遐尼自由，我拢唔敢，我们都不敢。这个经济的时代，我们不敢。你看遐尼自由，透过这个自由所展现出来的现象，咱的人讲咱的信用受这款的溃烂。好，第二个。生命的真理的力量是可以使我们得到引导，会当互咱得到引带。圣经安尼讲，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所以真理会当引带咱，互咱行伫死正的道路，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特别是圣经中间的真理。咱伫历史上也看到真侪人，因为读圣经，因为明白上帝的话，因为得到真理，伊的人生得到改变。他从错误的道路当中回转过来，行伫正确的道路，走在正确的道路，使他的人生得到改变。所以咱看到真侪浪子回头的故事嘛，咱看到真侪人因为认识耶稣、信靠上帝的话，他就走在人生正确的道路而蒙福嘛。当咱看到这见证的时阵，咱知影讲原来真理有能力啊，有力量，我们就会羡慕嘛，咱就羡慕这人的生命。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嘛爱行一个互真理引带，我们要被真理引导，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别人会因为安尼来相信咱所信用的这个真理是有气力的。是会让互人得到正确的引带。最后一个，真理让互咱得到活命。耶稣基督捌应允，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伊嘛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藉着我，无人会当到天边遐去。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对咱显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的真理？什么是生命的真理？什么是这个信仰的真理？互咱藉着信靠耶稣基督，咱的肉体活命结束了，在肉体生命结束之后，不是一个永远的结束，反倒当是永远生命的开始。亲爱的姊妹，咱今仔日看见到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下个礼拜、后礼拜，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咱所看到这个真理，咱所影响咱活命的真理，我们怎么样回应它？是下个礼拜我们要学习的。咱这位来祈祷，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恳求您将你的话语定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因明白你的话语，实践你的话语，来蒙福。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真理的话，活命的话，咱要来吟这首诗，上帝所赐的活命。圣诗第162首，上帝所赐活命，请起立。
济，咱即时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礼拜。两项代志报告。新来贵宾，谢顺你若无伫外口留你的名，你座位的头前有一个粉红色的卡片，请你填写你的名、你的单位，互阮通来甲你欢迎。第二项就是奉献是感恩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咱照咱心内所定着的，无伫勉强来奉献。这时我要请执事开始来设法咱的奉献。上帝，阮一世人白白领受你所赏赐的，即时阮欢喜献上阮心内所定着的，做你圣工的路用，感恩祈祷，靠主名。即阵要来报告的事项相当多，我由我要紧紧来报告。请大家同齐掀开咱的周报，第4面的所在。第一项咱这礼拜特别的事工，
就是礼拜了后，咱随时要召开召开咱第二次的临时会员好会，举行长老的选举。请在席现有的备参会员，咱老婆爱来参加。这个时阵，若伫7楼还是12楼，恁若是有听到我的声的时，请恁刷恁的骹步，来甲咱楼顶这个拜堂厅的所在，10楼、11楼来就座，会节省咱的时间。7楼、11楼、7楼、12楼，恁若有听到我的声，请恁刷恁的骹步，来到咱拜堂厅的所在。第2项继续报告就是10月29，就是下一个礼拜日，咱同款第2场、第3场要合作一会来举行，就是伫10点开始。同款迄阵若是7楼、12楼伫遐会在席会友，请恁嘛是伫即个时阵来同款来到即个拜堂厅的所在，互好会会召开会拄较顺序。咱来看第3项敬老的旅游，就是10月29这个拜3敬老的旅游，要伫早时8点半伫1楼的所在准时出发。咱看第4项有一个感恩的音乐会，这邀请咱教会活动，是要互社会大众，咱互因同齐有份来关心咱教会所推动的社会福利慈善事工。这是要伫10月28，就是这个来拜6早起，要伫10点开始，到11点半。其实9点50都已经集合。10点到11点半，伫同款咱这个所在来举办乡联中期长期照顾。长期照顾事工20年的回顾甲展望，伊的感恩音乐会，请咱每位兄姐来同齐参与，为着这个大道。第5项是一个毋甘的消息，是咱的会友区照中祠姊妹伫10月14。安息，伊要伫11月初3，就是即个对要来拜5的下晡2点半，伫咱一边伫遐来入念。要伫11月初4，就是后礼拜6早起9点半，伫同款即个所在10楼的礼拜堂来做个别的礼拜，请兄姐。同齐来关心大道，求上帝安慰遗族，咱甲伊三甲哀伤。第2项较有欢喜的消息，就是吴奕轩甲吴妮珍，因要伫11月初4的下晡，拜6的下晡3点，要伫咱遮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恁敢知吴奕轩甲吴妮珍是啥人？伊就是咱所尊敬的会友吴生龙甲黄淑女伊的囝要伫这所在来举行结婚典礼请咱甲因三甲欢喜伫遮来参加。咱看来下面的第4面的所在有各种的事工。有装备委员会消息都显过，这是第6面，都显过到第6面的所在。才有教社委员会消息、团结的消息，请咱经咱所爱关心的来看。来，咱都讲第7页的所在，才有一项第7页所在，才有一个大道的事项，有侪大道的事项，特别是第7项的所在，有真侪欠咱的兄弟，咱伫祈祷中。来孝念因，求上帝来互因有气力。咱特别咧显到第11页7、8、9、10、11页的所在，才有一个真好、真要紧的讲座，就是咱牛埔庄讲义所。咱看第2项，
伊是宗教改革甲社会改革的讲座这是真有名姚立明教授咱看下面 OK 内底有伊的讲题请大家会记得有报名才有讲义，有报名才有讲义，所以咱提早来报名。这时阵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带咱来欢迎来宾以及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这时阵我来介绍为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贵宾。第一位是一对夫妇，洪广胜甲萧清美，洪广胜甲真好，因对 Boston 回来特别甲咱做伙敬拜，阁有一位是这个郑瑞缇小姐，伫倒位？好，欢迎，伫顶面欢迎。好，小姐。因为咱这个时阵同时间咱伫12楼甲7楼拢有转播所以有2位伫12楼一位是萧维元先生，一位是何瑞恩先生咱拍谱来欢迎因。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无介绍到的。好，咱这个时阵来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用你的听吸引阮来到你的面前，互阮享受甲你同在的美好。主啊，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所有兄弟姊妹。如果若有心神肉体有各样的人，主你亲自赐落福源的气力，保守看顾阮，亲自安慰阮，带领阮，互阮看出你所带来的愿望。阮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每项拢会当遵行真理，实践真理，来荣光你的名，也互每一个甲阮接触的人领受祝福。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牧师特别大家补充报告，咱等的礼拜煞尾，咱就会进行这个会员合会。咱今日较要紧就是要召开这个召开合会会员合会，主要是今仔要选举长老所以这是咱的责任甲义务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坚持到落尾咱进行了顺序时间袂真久所以请大家的确爱留落来多谢。上元甲应答的诗，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508，请大家起立。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相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绿岛社温强受车欠。在这委员请留恁的脚步，外面入来，请恁找位坐。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